先 Rosanna 非常多謝你對我咁多咁好嘅説話，我真係怕擔當唔起。但係各位朋友，今日係好高興嚟同大家見面啦。正如 Rosanna 都講咧，佢有同事向我邀請，我就即刻一口答應，因為我自己覺得創業係非常非常重要嘅。我自己好幸運喺23歲嘅時候去創業，咁算做話有少少嘅成就。但係嗰個過程呢，我希望可以同大家做一啲分享啦。咁我其實坦白講，我23歲嘅時候，我唔想創業嘅，係爸爸逼我創業嘅。我算做生喺一個比較富裕嘅家庭啦。咁細個嘅時候都係中意做生意嘅，因為我爸爸每一日放工翻嚟屋企呢，佢就係將佢嗰日喺公司度做咗乜嘢嘢嚟教導我哋。所以我屋企我哋幾兄弟呢，做生意係好自然嘅，係我哋根本上從細就聽到大㗎啦。咁所以我心目中我自己都係想做生意，但係我就冇諗過做生意原來咁辛苦嘅。我就翻咗嚟香港69年嘅時候呢，我爸爸就希望話我去做一個紗廠，因為我阿爺喺泰國呢係開紡織廠嘅。咁派咗我去做呢，就好似啲粵語殘片咁，唔俾個廠知道我係邊個人。咁我每日呢同嗰啲工人一齊工作生活，咁都幾好嘅，即係嗰陣時覺得可以好輕鬆坐廠車咁樣樣，亦都有啲工廠嘅女孩子咁都對我都唔錯。咁做咗6個月之後，開一個家庭會議，決定咗紡織喺香港應該冇乜前途，咁我將我拉咗翻去屋企嘅公司啦，英軍度工作。咁但係我爸爸呢係一個非常華人家庭式管理嘅公司，咁我啲哥哥姐姐已經喺公司度做，咁我最後生呢，就梗係冇乜責任啦，就日日淨係執頭執尾咁捱2年，咁我覺得都好頂唔順，因為你知道後生仔個個覺得自己充滿才華噶嘛，有冇搞錯啊？行頭跟尾咁樣，咁所以我就自己偷偷喺外邊揾咗份工，揾咗份工之後呢，翻屋企去同我爸爸媽媽辭工啦。咁我爸爸聽到佢就冇乜點表示，我媽媽聽到呢，佢就好大反應，佢話唔得，你唔可以出去同人打工嘅，你如果唔同你爸爸做呢，你就自己創業啦。我嗰時一聽嚇一跳，我話死啦，我又冇經驗又冇錢，乜都冇嘅時候，點樣去創業呢？咁佢就同我爸爸呢就談判咗幾日，咁我就冇辦法出聲啦。但係卒之我爸爸就同意咗借10萬蚊俾我去創業。咁嗰陣時佢就咁你開一間建築公司啦，你開建築公司我可以俾你做第一個工程。咁嗰陣時我對建築係冇興趣，因為我唔係讀建築，我讀經濟嘅。咁建築又咁辛苦，日曬雨淋，自己又唔識，咁點樣去做呢？咁我爸爸呢就係好嚴嘅一個父親嚟嘅，佢就話你一定要做噶啦，冇其他嘅選擇。咁同埋另外呢，我其實喺佢同我媽媽談判嗰幾日呢，我係經過佢哋房間呢，係聽到一句説話，佢同我媽媽講：唔好嘥時間喺呢個仔，佢冇用㗎。即係嗰句説話，大家可以想象嗰陣時對一個後生仔嚟講係幾大嘅傷害力。但係我又冇選擇嘅餘地㗎，咁所以佢話好啦，你去開，咁我去開。咁但係雖然佢覺得我冇用，但係佢起碼願意俾一個工程項目俾我去做。佢知道我係完全冇經驗唔識嘅。咁呢個亦都係佢嘅父愛啦。咁嗰陣時我係對佢好唔滿意，但係而家回頭去想，我覺得佢係真係好偉大。呢啲先係真正嘅父愛。咁我創業之後，當然經歷咗好多。我唔想而家同大家一一去講一陣，或者有時候呢，各位年青朋友，你哋想問我關於事業各方面管理我好樂意同你分享。或者而家我將我自己過去嗰40幾年嘅工作嘅一啲經歷，同大家分享下做人做事嘅一啲我認為比較重要嘅啦。